欢迎这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继续希伯来书第24天的讲托。今日早起，咱要来请琼代姐，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咱一点同心来祈祷。是啊，当阮困醒，目睭天开，头一项事就是来感谢上帝，赏赐阮活命。主啊，你是阮生命源头，你是信实全能的天父上帝。这是阮要透过你中心的弹幕书来讲解经文。主，你的话是至好，是至宝。我要用信心来领取这个属天的美粮。主啊，帮助阮拢会当安歇伫主你的话面内面。主啊，求主你赏赐阮快乐，互阮的信心建立伫石磐顶面。这是恳求主圣神甲阮三角之地保守带领，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阿门。好，咱今日要读的是希伯来书11章的最后一段，要对32节读到40节，要来请列主长老带咱大家做伙来读。希伯来11章，我紧着搁讲，我无够时间通提起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甲众先知的事。这人靠信心杀赢列国，因推行正义，领受上帝应允，因风目屎的喙拍花烈火，逃脱刀剑的杀害，因软弱变做坚强，伫战场变做勇猛，拍赢外国的军队。有一寡富人有遮因的亲人对死人中倒转来，嘛有一寡人为着要搁活得到较好的活命，拒绝偷放，甘愿受酷刑到死。有一寡人受欺人逼迫，嘛有一寡人受捆绑拐家，因互人用石头钉死，用斧仔锯死，用刀刣死，因穿绵羊也是山羊的皮，伫逐所在奔波，忍受欠亏、迫害、虐待。这世间无值得因徛起，因伫旷野、山岭、石洞，还是地火，世界流浪。这人通过因的信，拢有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好，感谢。咱看希伯来书今日11章，今日是第7天，咱用一礼拜时间来消化希伯来书的11章。咱特别咱看到这提起这信心的人物，会当用亚伯拉罕做代表，所以进前咱有看到从第一章的11章的第1节，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底，甲所未看见的把握，会当肯定会当有把握，会当肯定。这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咱通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写，甲伊分做所望之事，就是因为上帝话来明白上帝；未见之事，是因为上帝互人的应允。这是已经听到上帝话，已经明白上帝，但是进一步，上帝互人的应允，伫迄个所在来听候。所以对亚伯拉罕。伊安怎来对明白上帝到听候上帝，咱当做安尼的真理。所以咱伫11章17节，咱看到亚伯拉罕伊通过信心的考验，这是人生信心上界大的考验，就是爱献伊的囝，爱顺探上帝。总是信心是经过上帝的考验，然后嘛爱掠条。这个未见之事，就是上帝应允较大的上帝考验。所以只要有信心，就算死人嘛会对死过活，就算以撒，若是交互上帝，上帝原来会互伊搁活起来。然后信心也互咱爱知影安排咱的后事，包括以撒通互两个囝，雅各通互两个孙，约瑟通互这来到伫埃及的这以色列人。就甲因传信，一定爱离开埃及，然后爱将伊的骨骸炸转去迦南地，袂当留踮伫埃及，安尼400几年。然后咱昨嘛看到摩西伊也是对所望之事来明白上帝，包括伊的爸母开始，伊的阿姐开始，到伊家己无愿意来做埃及王子，甚至伊想要得到这个报赏，
甲来尊探上帝话，拢是上帝安怎讲，就安怎做，安怎来行。所以有信心也有行动。未见之事就是伊底下咧听候等待上帝互伊的应允，就算讲王甲伊变面，甲伊父母王的命令，也是甚至王的受气，但是甘愿来甲伊的希伯来的这兄弟姊妹做伙受苦，为着弥赛亚就是这个受膏卖的上帝的这个所找来的这个拯救者，伊为着这个看做是更较水的事。所以伫遮来忍耐，坚持到底，亲像迄个看见迄个看袂见的上帝，所以伊安怎样来等待上帝的即个刑罚。所以信心和摩西看见摩西甲摩西厝的人看见这个宝贝，所以将这个宝贝囝甲伊参3个月，然后伊拒绝做埃及王子，甘愿甲伊的同胞希伯来人更较受苦，伊嘛愿意甲伊徛做伙。为着弥赛亚受凌辱，较赢埃及这宝贝，信心也互摩西看见上帝，坚持就爱来离开埃及，就算王足生气，但是 let my people go， 就是互上帝的百姓会当离开。然后伊看见迄个看袂见的上帝，坚持吞忍到落尾，伊也设立这个搬过节来救的，毋是要来杀害这埃及的大囝，嘛要来救这信心的后代。信心嘛，互咱看见审判，包括埃及人叫红海来淹去耶利哥城，这个城墙遮尔坚固，嘛倒落来，互上亲像互上帝杀倒共款，变做一个推，互遮个约书啊，遮个百姓当冲入去，然后伫这个耶利哥城中间，无来上帝已经的风声拢已经传到这个城内底啊，连这个基路拉合，伊嘛知影上帝已经要将这个迦南地交互。这个上帝子民、上帝百姓，因有原硬心有原来抵抗上帝，所以遮最后拢受害啊！总是拉合甲因全家拢得到救啊！所以咱会根据26节，摩西看为着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较宝贵，因为摩西仰望将来的报赏，这个基督就是这个受膏卖的弥赛亚。今日咱会继续来看10个希伯来书10个更较更美较好。这个其中2个第8个就是更美的复活，第35节，甲更美的事，第40节。所以咱看到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伊安尼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信心救赎，用犹太人因所了解因所知影的来做一个更较水的比较，互因家己来选择的。所以这是咱今日看的最后一段，就是历代信徒信心的榜样。明仔载要看的就是爱仰望基督，来领受这个管教。就是讲前面都在帮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搁一摆确定这个信心的基础。然后12章开始，就是只有钦调耶稣，钦调基督，无搁有啥物大祭司，无搁有这个律例，无搁有这个律例，这个献祭会幕，拢爱仰望耶稣基督，安怎来生活？所以12最后这2章12章、13章，就是讲到基督徒信用生活中间安怎来回应，其实嘛是真侪内容。今日的11章的最后一段，咱对11章一开始是讲到信心1到30，信心论信心。然后第40到第70是咧讲到拿阿大水进前，这个信心的人物。然后80到22节是咧讲到以色列的这个族长，就是对亚伯拉罕开始，甲伊的囝以撒、雅各，到约瑟，然后就是创世纪，这个4代，然后过来是23节到31节，讲到摩西出埃及，甲这以色列的百姓。今日32节到38节。看到士师撒母耳，就是进入到这个王国的时期啊，所以这嘛是把整个旧约的这历史基础嘛，搁复习一解。32节到38节，咱当该分成2种32到34节是讲到这人物是因为信心来得到胜利，35节到38节是讲因用信心无得到胜利。但是因用信心来忍受这苦难，因
无看到成功，无看到开赢，但是因用信心继续坚持来忍受苦难。所以第35到38节，互咱看到这批世界的人，伊的眼中就是看无这有信心的人，因想要除去这有信心的人，所以用各种的苦难来苦毒伊，来歹款待因。但是伫希伯来书作者的眼中，这有信心忍受苦难的人，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就是因留伫这个世界中间，其实因是上帝和因更较水的所在，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因有更值得去的地方。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所以39节到40节，这信心的见证人，因对阿伯开始，在1章开始讲的阿伯，安尼10个，今日会看到另外6个，这见证人拢是得到上帝应允、上帝呵乐，就算讲因胜利也是失败，也是伫苦难中间在忍耐，但是上帝计划是爱这信心的古早人，甲咱即马现代人，即马现代这代的人，拢爱做伙来得到迄个更较水的代志，更美的事哦。所以这也是伫这个希伯来书，伊要互咱看见讲，咱会当甲过去这古早人连接起来。所以才有讲到6个基甸、巴拉、参孙、亚弗他、大卫、撒母耳，才有讲到6个人的名。这6个基甸是士师记的第6章到第9章哦。6、7章是基甸的胜利，8、9是看到基甸的这个家族的失败哦。总是伫迄个犹太人因讲到基甸，因犹原是甲伊当作是信心的人物，所以因犹太人犹原真尊敬。巴拉是士师记的第4章，甲这个女士师底波拉，甲伊做伙，是底波拉呼调这个巴拉，巴拉讲这个底波拉你若无甲我去，我就无甲你去。参孙是士师记13章到16章，这是大概上长的士师的介绍。但是看到参孙呢，对头到尾无惊一项好的，无惊一项好的，但是伊犹原嘛是伫这个信心的涌水中间，就是伊知影安怎来亲近上帝。就算讲参孙伊的行为遮尔啊祖宗走正去，然后伊对上帝的对这摩西的教导根本就是置之不选。迄无清气的，咱伫今年嘛有分这个顶半年1、2月时阵嘛有读分享这个史书所以看到参孙伊安怎样来这个无守规矩但是上帝犹原会当使用伊，因为参孙就是伫这个要紧的时阵掠着上帝应允，甲上帝求上帝祈祷，上帝就甲伊同在然后这个亚弗他是这个士师记的12章，就是伊来到伫这个以法莲的所在。所以亚弗他所代表的人，伊是面对约书亚，伊进入迦南地以后，本来拢是爱这个以色列人爱去拍这个迦南人无信主的迦南人，但是呢，亚弗他所代表的就是因伫这个进入迦南地以后呢，这亚弗他甲以法莲的人，因就伫遮来修正，等于是进入迦南的第一场内战所以这场的内战。内斗内底呢，以法莲人叫亚弗他杀死42000个42000个所以这是一个大代志，不是小块代志。但是伫遮嘛是将亚弗他当作是士师，然后嘛把伊当作是信心是因为伊是照上帝意思以法莲的人呢因就是伫遮来埋怨。无照上帝意思来行，大卫、撒母耳，然后我想这要讲落去就讲袂了，所以第32节，这个作者讲，我还得说下去吗？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提嘛是因为这几个书嘛，互咱认为讲希伯来书这本批信呢，伊其实一个讲道篇，总是这个讲道篇用我第一人称。所以一开始伊也无即个请安问安嘛无讲伊写批是啥物人，好像咱在听一场的讲道共款，总是即个讲道原来不加等
除了这6个，这摕到名，还有讲到这先知，煞先知就包括大先知、小先知，这旧约先知，当然佫讲就是整本的旧约圣经拢甲讲了啊。然后佫讲到伊个堵住狮子的口，这有咱想到啥，就是但以理。然后扑灭了烈火是啥，就是但以理他的3个朋友。然后逃脱了刀剑的杀戮，也是会当讲，譬如讲西西家王击败了外国军队，这个约沙法王，甚至呢旧约中间有一寡俘虏因接纳，就是领回，领回来，因这个亲人已经死去啊，但是对死个甲领回来，这个讲到啥，就是讲到伫先知以利沙列王记下第4章，有一个书念的妇人。这个带思念的妇人男，伊来接待先知，所以伊的囝着刷阿来死啊，总是以利沙先知甲伊领回来，也是有的呢。过来就是咱差不多圣经里当中重复出现，也是讲咱唔知影什么人死在酷刑下，就是叫像罗马政府啊，也是去用戏人啊逼拍，也是受捆绑啊，被囚禁啊，被石头击毙，让想到司提反。去有锯啊、锯灯啊，身体被锯子锯断，这个是在讲以赛亚，但是这个是犹太人的传说啊，讲以赛亚伊来帮咱这个希西家王，总是这个希西家王是真要紧的帮咱伊，但是希西家王好得出歹损哦，所以伊的囝是这个玛拿西，是一个足歹王。甚至来将这个以赛亚来给伊处死，就是用一个甲这个树干啊，把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已经足老啊，该拔伫这个树干的顶端，然后连这个树啊人做伙用锯啊甲锯断哦，也是叫刀剑刣死。过来讲有人摸到这个绵羊、山羊的这个皮羊毛，结果密伫羊群的中间到处奔跑，就是流浪，因为伊袂当密伫人的中间，就是这种大肆的追杀。这是伫大概主前100年，这个马加比，一定的这5个这些兄弟，因让这个以色列短暂复国，这个时代也是进前，因这犹太人受困住，叫人刺杀，叫人迫害，所以因就是安尼披着羊皮。到躲在羊群当中，来逃过安尼追杀，所以才有讲到这人物，总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讲到，对这人来讲，因为什么要安尼过日子？这人因为什么要安尼来生活？其实拢是因为出于信心，就是因为这个所望之事到这个未见之事中间这个过程，所以因认捌上帝了后，上帝带互因盼望。这个愿望变做上帝互因的应允，这个应允还未来完全的完成，但是因继续用信心来讲，所以信心本身就是一个持续进行式哦，也就是永远都是个进行式，不是过去式，也不是未来式。信心是过去有信心，现在有信心，将来嘛爱有信心。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嘛是对过去、对古早、对族长。到先知到现在，好，所以今日这段经句呢，咱看到，不是经句紧接，这个人，不管是这6个，还是头先讲到这10个，因拢是通过信心来镇压四周的国家。然后第2段咱看到35节到38节，通过信心，这个人因拢要得到一个更较好的性命、新生命。这是咱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咱伫这个和合本。是犯罪更美的复活，各挖丁桃心各挖，但是这个复活不是指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指从死里面活过来，真正这个各挖所以现代台语嘛是犯罪各挖但是伫现代中文译本翻成新生命这就更较水的新的性命。然后第39节第3段到40节，这有信心的人，他们都有很不平凡的记录就是因拢有得到上帝认定甲接纳到因这的人呢，不平凡的记录，这嘛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是讲因的人生所行落来的路山，拢互咱会当看到这的路径，
看到因所行过的路，就变做是一个记录。所以这信心安怎镇压四周的国家呢？包括因这的人，基甸、巴拉、参孙、亚弗他、代笔、撒母耳，因拢是行公义、施行正义、领受上帝应允，就是未见之事。也是讲因踢掉狮仔的喙，来拍花这的火，在火炉的中间无去休息，刀闪刀剑的杀戮，甚至伊是对软弱软正变做是刚强。所以因伫这个信心的路，会当发挥这威力啊，打败外口四周围要攻击因的人，所以这是正面的。但是呢，35到38，这信心的人呢，因无像顶头这的人，会当这样故事性戏剧化，甚至是亲人来死，失去伊的囝，也是有人去有关，但是伊拒绝被释放，伊不爱出监。伊甘愿伫迄个死伫这个酷刑当中目的就是因有期待更美好的复活，也是讲因愿意殉道，愿意牺牲家己的性命，因期待就是一个更较水的性命，甚至有的人因亲像这去人边拍摸到羊仔的毛，然后死过味，像难民一样在荒野山岭间流浪，在山洞和地穴里栖身。住伫即个毋是素食的所在，毋是正常的所在。有啥物信耶稣爱信甲遮尔悲哀？有啥物信耶稣爱信甲遮尔落魄？有啥物信耶稣安尼去用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咱若有一个根基，有一个本，有所本，有一个实底，有个盼望。遮个人，咱当去想，为啥物因要做遮个代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39到40，这人的信心有很不平凡的记录。虽望因无领受到上帝应允，包括先知以赛亚，伊安尼经过5个王，服侍这个王60几年，但是最后竟然去互一个不正囝，就是玛拿西，就甲伊下令酷刑、极刑、死刑，但是呢，伊安尼到底有值不值得？值不值得？但是呢，上帝伊有甲咱做更较好的安排做更好的安排。这个安排就是上帝有互咱和本翻成上帝给我们预备更美好的事预备更美好的事。所以他不是在讲事，而是在讲预备，就是上帝有更较好的安排，就亲像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伫山顶，上帝早有着更较好的安排，毋免献家己的囝，是有一只羊已经伫遐咧等待上帝已经掠来伫迄个所在。但是呢，最后要讲的就讲，上帝只是他们就是这信心的古早人就是整个11章的人，必须跟我们是谁呢？在看希伯来书，在读希伯来书，在听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讲的人，也包括即马咱每一个。都要一道才能完全，意思就是讲，这和本翻成说，若没有我们，他们就不能达到完全。现代台语讲，这个人甲咱有份伫这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就是我们都要进入在上帝同样的旨意当中，拢要进入到伫上帝的这个安排内底，就是信心坚固的城，咱拢要入这个大船，进入这个方舟。都要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安尼在古早人的信心才会当达到完全。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伊这信心袂当到伊这代就断去，伊这信心爱传落去。所以咱昨有做了有看到，不管是以撒、雅各、约瑟，因拢有传落去，就是爱这个信心爱传落去，袂使到我这代，袂使到我遮就停去啊。到我这代就无去安尼就无完全。但是若传落去，会当传到后代的人，安尼这个信心就是完全实现完全实现。所以今日咱看到信心会当面对胜利包括是这个胜利，毋是台上赢较侪像输，还是讲上较侪票，上较少票。胜利是行上帝的义好怜悯，行公义，好心存怜悯就是行出上帝所爱的公义，这就是胜利。
第二个得到应允，这个都是在和本上面写的，就是第33节，借着信制服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啊。所以胜利是什么呢？就是别人无得到这个应允，但是咱得到。当咱得到这个应允的时呢，这个胜利就亲像已经在咱的手头。为什么怎样呢？因为让我信心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信心第34节嘛，讲从软弱变为刚强，本来是足惊吓，像这个基甸，伊本来是密伫这个拢密起来，密伫米仓内底，总是上帝为临到伊。上帝嘛，予伊一个应允，上帝予伊看见一个画面，伊要安怎来带伊这族的人，要安怎来打败这个米甸的人。所以基甸，伊就这个信心，本来就惊吓的，惊到白天都不敢出来，晚上才出来。今嘛呢，伊爱带人出去，然后呢2、3万人要对伊，上帝讲伤济留300个，所以变做非常的勇敢。但是信心嘛，会予咱看。嘛会当面对失败啊！这个失败包括咱失去咱的亲人，咱拄着这个死亡的威胁。这个失败包括讲，咱无法度上诉，可能去互关监，可能去互铐起来，可能去互人诬上，戴上这个罪名，扣上帽子。但是呢，咱嘛袂因为安尼就妥协，有信心，就是拒绝释放。你无还我一个公义。我无要离开，比如讲保罗，伫关监的时阵，伊嘛是讲，伊这个速度很短，伊也无犯错，为什么要甲伊关伫这个所在？伊讲伊无爱出来，除非你来还我一个清白，就是这个冤狱。但是呢，就算讲伊真正来死伫这个监界中间，伊嘛无得惊，因为伊用信心看到更较好的新的生命，信心互咱伫磨练的中间还没有等到成功，但是圣经要讲是讲这个世界配不上他们，就是讲这个世界呢，我来念这个现代中文译本28节，这个是1章28节，好，没关系，就是这个世界呢配不上他们，是这个不值得停留，这个不值得，就这个地上不值得有这些人的生命在地上，而是天上，意思说天定值得他们在那个地方，在天上是更值得的地方，因为这样的性命是踏入因住伫天顶。最后29节到31节。信心爱面对后代的人，因为头前这的人，因拢是因为信心得到学乐，但是因还未得到所应允的，上帝已经给伊安排比别更较好的事，有更好的安排。所以就算讲因在世上不得志或是不如意，但是无要紧，上帝有更较好的安排。所以古早人的信心爱传到咱，还是讲爱传到后代，才会当达到完全咯。所以好像看到信心是不断的现在式，而且是现在进行式。过去人安怎，现代人安怎，将来人嘛安怎。所以今日的经句第40节，因为上帝决定给我们做更美好的安排，他的旨意是，他们必须跟我们一道才能达到完全了。因为上帝为着让我更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家的人，甲咱有份伫这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咯。愿咱通过今日这段的圣经，也是这11章规章，咱会当有真好的消化，也是讲咱会当有更较好的分享，更好的亮光，会当请做咱的帮赞。但是这个帮赞，不是只有咱爱传互咱的后一代、后代，咱做伙来祈祷。先来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人生有输嘛有赢，有关山嘛有低谷。纵使信心和阮不是停留在山顶上，也不是在绝望中，信心带领我们走的是一个永生的道路，复活的道路，而且知道上帝你有更美好的安排和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早有预备，因为上帝你的名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学习信心的功课。特别即礼拜中间，阮所听、阮所领受的，会当成做阮一世人信心的帮站。也互阮知，即个信心是过去安怎，现在安怎，将来嘛爱继续安尼。也互阮对阮的家己本身，到阮的后一代，也是阮伫引带遮的属灵，或者的囝儿、属灵遮的新生命，会当互因的信心会当得到坚固。阮安尼恳求祈祷感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